啥物？叫金龟，哎，叫金龟，你有看到吼？还有啥？啊个有迄个，看卖，迄啥物？迄个。叫啊，对。哎，其实伊遮还有一个物件，可能看袂啥出来哦。哎，这呢，这是啥？刀，对，土豆。因为吼，伊是啊，土豆其实生伫土底，对无？伊是想要互你看得出来，迄土。对，所以伊画出来啊，哈，其实是要拍土豆啦，伊要拍土豆，已经啦采收起来拍土豆。这个应该是还有这个无共款的菜，生伫土骹，马铃薯啊，啥物吼，无看到。哦。树小弟哦，阿弟啊的，看，还佫有一间厝，就是遮啊，香味就为遮来的啊。哦，应该煮香，毋知影煮啥。啊，树是阿弟啊的，头安尼，做细声行过哦，还为窗仔边仔，偷看，看到怎？一只这是啥物啊？豆丁阿婆，伊创啥？伊伫遐煮汤哦，做专心拢无注意到，这个刺猬小弟啊，伫遐边仔偷看。哎，伊就安尼，我去看，你看，到底这创啥？啊，到尾迄个发现啊，阿婆发现啊，讲，你是啥？啥伫遐偷看？你这个歹囡仔，无看到我门口顶遐写啥呢？空窗啊，就行去哦，就伊遐开门，竟然要开门互伊入面呢？本地写讲袂当入面，即马是换颠倒是要开门互入面哦。讲哦。安尼哦，啊无你是来遮咧创啥？啊，着开门互你来。伊讲啊，我着闻到一阵香味啊，我着对来啊，安尼啊，手艺阿弟啊，着安尼讲啊。啊，即摆伊阿伯啦开门对无？着讲啊无你敢有想要啉我煮的汤？着安尼问哦，但邀请呢吼。啊，邀请了，伊着真啊足歹势俩讲哦。请问你敢是乌婆？这恐怖迄个啊！啊，即摆迄个豆丁阿婆就讲，哈，迄阮是来你吓惊的啦！我调过伊写安尼啊，安尼恁较袂吼，逐个拢总入来。啊无吼，你看，因头挂迄大阵，遐大阵，遐尼大阵吼，遐个雪食鬼吼，遐个大阵，我遮的汤无够恁分啦，吼啊，所以伊就安尼讲，啊即摆。一边讲哪讲啊，迄个豆丁阿婆啊，就开一碗烧汤互即个刺猬小弟仔食。哦，你看伊个籽拢吐出来啊，吼，敢若要做枵迄个形啊。啊，即摆迄个刺猬小弟就讲多谢，就开一喙食落去，吼。敢若对迄伊敢若喙喏要滴落来，对啊。敢若比较大。对啊，伊肯定是主角，所以伊就啦画甲敢若做大只安尼吼。啊，即摆伊就即个阿婆就讲，我明仔载要煮迄个荷兰豆的汤哦。伊即个意思是啥物意思？我明仔载要煮汤哦。什么意思？明仔载要煮这个汤哦。邀请你哦，你敢要来啉？啊，敢要来啉？啊，即摆刺猬小弟仔就讲，我明仔载可以当来，敢会当来？啊，迄个阿婆就讲，准讲你真正做愿意当3工的话啊，当然会使啊，欢迎。但是又讲一个重点，啊，毋过袂当别人讲哦，这是个秘密，因为真正足惊迄大阵动物拢总来。伊的话啊，真正足细卡吼，你看伊这看起来足大卡，其实等下会当看到哦，伊真正足细卡的迄个话啊。啊，即摆迄个刺猬小弟仔出来啊，伊食饱出来啊。啊，即摆这个动物哪搁伫遮咧等啊？伊就讲，内面到底有啥物迄个乌婆吼？敢有？啊无迄旁边是啥物？大家安尼八嘴狗鸟安尼问啊，迄个刺猬小弟仔就讲，内底啥物拢无，嘛无啥物阿婆咧煮汤，嘛无啥物煮好啉的汤，拢无。啊来就紧走啊吼，足紧张的。即马动物就讲，敢真是安尼？大家拢感觉，迄个刺猬小弟一定是有秘密。
加长工啊哦，呵呵，这个动物真正是唔知是摇偌久啊，因着伫米的这个草仔埔的后壁，树仔埔的后壁，米的咧偷看这个小这个阿弟啊，伊到底创啊？对，对，你一定看到啊吼。哦，过两工才来伫遮等啊，伫遐偷看，看你到底是要创啥？啊，即马就看到，气味小弟过来啊，伊做欢喜哦，做欢喜就讲，今仔日要食荷兰豆的汤呢，哦，做香的哦。即马迄个动物大个耳啊，荷兰豆，伊敢是咧讲迄个汤？因大家敢若倒试的，安尼应该是有啥物秘密无同人讲哦，啊，因着看迄个气味小弟行入了。有一个第一只就讲钱厝，就讲我是看卖，因为伊要挖空嘛吼，伊就建议看卖，然后碰气啊、鸟气啊、土啊，大家拢讲啊，我嘛做伙来，吼，大家拢去啊。啊，空本来为做细空，挖空，开始挖空啊哦，哎呀，大家啊，啥物动物拢落去啊，连这草հետ嘛落去啊。连迄个狐狸啊、山猪啊、鱼嘛拢学，你看空，即马变遐大空。今仔日是啉番麦汤，一边就安尼想，所以就从安尼，即间店就变成摆甲热热肠的薄薄的汤店。我的故事讲了啊，即马好，多谢。即马呢，要用这个动物方法来明白这个。伊的名号应该拢会晓。这只叫做啥？无，互你来记，好无？好，这只叫做啥物？气好，厉害气。好，啊，这只菇，好，做厉害。好，啊，还有啥？这只就是迄个阿伯。豆丁对，豆丁。哦，即马台南做侪迄种青色的豆丁吼，做侪只迄吼。啊，对，我煞袂记我过来。好，先来食刺猬鱼。白话你伫遮。气味。哎对，哦，你会晓啉捌吼。啊，个只豆丁。好，啊，个有这只是啥？阿贤。咸哦，阿咸，咦，对，咸。个有啥？草香麻，草香麻，对，最厉害。啊，还有这是啥物？山猪。这只可能较歹。啊，对，狐狸哈，因为伊目睭安尼，狐狸对。好，安尼。你全部拢捌，你最厉害。好，安尼我今仔日有准备一个面。因为就是今仔日煮汤，本来要来现场煮汤哦，但是有一点麻烦，所以我就要这道汤，互恁倒去煮，好无？你想要啥物口味的汤？有金瓜，还是迄个番麦，啊，还有啥物？马铃薯。好，你你想要马铃薯？好啊。好，你帮伊拍开。我想好啉，吼，安尼你内行的，好，啊你。食掉呢。所以阿母就特别甲伊提醒哦，袂当黑白甲迄种无熟悉的开门哦，因为足危险的。啊，等下恁姑婆会来甲你讲。我看到好。你看到好啊？对啊，啊好伫边啊。伊就听讲啊，阿母无伫的，嘿，这是我的机会对无？我要偷偷甲囡仔食掉。啊，毋过因老母头拄仔甲伊提醒讲，袂当凊彩甲迄个无熟悉的人开门。我要安怎甲伊骗？我要安怎入去？想讲啊无，我变做因的姑婆好啊。哦。好伫遮对无？安尼咱就甲伊变做姑婆，好来，咱来斗量变身来变姑婆。我哪会无变？啊，我知啊，无念咒语对无？咱念咒语才会变姑婆。好姑婆。对，要变好姑婆。伊即摆甲咱变一半尔，伊阁有好啊对无？咱再甲咱变姑婆尔。好，安尼咒语一下来，好要安怎叫？来，好要安怎叫？哦，对吧？哇，好，好，安尼咱再哇，安尼阿公，好啊，变姑婆，好不？好来，咱做伙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哇，好啊，变姑婆，
高无就来甲两姊妹仔食，哭哭哭，姊妹仔就乖，想讲阿母讲，袂当凊彩甲无熟悉的人开门，就讲，请问你是啥？哈是啥？哭哭哭，紧甲我开门，哭哭哭，请问你是啥？来，伊是啥？高伯，伊会讲一样，我是高伯，姊妹仔就想讲，哦，迄是高伯，你甲伊开门好啊。好，咱即马来算一下佚佗的，到底敢要甲伊开门安尼？去偷时间。对，佚佗时间。买汽水是没有玩。我这就是大概是围一个圆圈啊，来大家听起来围圆圈啊。看里面点点。会使来遮，安尼无遐会炸着来遮。哦，围圆圈啊，你敢要穿个啊？等下要走撞对无？我无就讲，你紧甲我落来哦，无等下就去你掠你啦哦。姊就是讲，要安怎？要安怎咧？因就甲好哥伯讲，好哥伯，你莫安尼啦！阮伫厝仔顶，即摆阮嘛无法度逃走，无安尼啦，你伫下骹甲喙闭开，阮甲跳落，互你食好无？好哥伯就是讲，伊戆讲，伊无像我遐巧，就是讲，好啊，安尼较方便啦，伊就甲喙拍开，哇，伫下骹等。伊就甲这油倒落，叫好哥伯就互烫死啊！所以姊妹仔就无互好食掉，后来阿母转来就欢喜啊，讲哦，好你加载呢，对无？好，安尼咱今仔日故事就讲到这，多谢大家。过来围起来，一直中哦。正轨，梅花籽。哦，这个。即马就是问讲，即马是几点？就1点、2点、3点，我问伊讲门敢要开，所以咱真试一遍，好来。即马是几点？门敢要开，好，敢要开？无爱开，安尼就继续。即马是2点，门敢要开？哇，走起啊！来，等下，来，搁一个。门敢要开？即马是2点，门敢要开？即马是3点，门敢要开？咋个无看伊啊？